讲到台南的天狗热疫情是真严重，只是搁再增加124个本土病例。目前台南已经有2085例咯。即马逐工拢有人去储药防治。不过，昨伫咧永康区复华里转药的时阵，有徛隔壁可能去互这喷枪抓到，这抓伤啊乌乌。市政府也表示讲，这是工作人员伫咧整理喷枪，因为这温度上过悬去熏到壁，也会赔偿民众的损失。原本白色的壁面所出现一大片乌漆，装物件的纸箱也几若打草回答，但是卫生单位无去楼顶喷药进前，拢无即个状况，甚至佫有工作人员走落来要摕拍火器。人员要来上去修啦，上去修就是说那个有需要拿灭火器就拿灭火器给他。你那时候不紧张哦，要用到灭火器？没有，他在说灭火器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觉得怎么会突然要用灭火器。民众出一条，唔知影为虾米天狗热消毒喷药佫要用到拍火器。事后才知影是喷枪脱掉咧。要清理的是因为喷枪温度上悬，才甲壁倒熏乌去。市府强调，这毋是喷药直接造成的，是因为喷枪用上久，较会脱掉咧，需要定期清理。通常拢会甲住户照所在来清。想不到二是所出现这种状况，这也是台南市2015年防治天狗热以来头一届发生。一整天下来，大概需要清那个喷枪8到9次。那在清喷枪的当下呢，因为喷枪过热，造成喷枪着火，然后有把民众的墙壁熏黑的情形。台南的天狗热继续在增加，本土病例累计到24已经超过2000例。为着防治炭病蠓，化学防治的工课袂当停。民众也讲，卫生人员消毒已经真辛苦啊。市府既然答应要赔，伊嘛袂阁责备。记者台南报道。